我靠，人家走过来了！啊，你看我！运气大挑战，不服90个，准备好没有？好，来，保守。1、2、3、4。这回气有点大啊，你们调一点，冲击感非常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来，保守。哟，我切了！1，不动；2、3，哟1。哎呦，是不是有点大？冲击确实大啊，是不是？我来测试了，这回不可能被抓。保守。1。我是该涨价钱，赶紧吧！这刹车我这真高级，可贵吧？哎，不贵，这我在巴德油车买了特斯拉，才花9万9，真便宜靠谱嘛！巴德每台车都有关档检测，没有重大事故火烧报废车，电车还有电池回购保障，买二手车巴德有保障。找着都是我也看，我感觉小凯子卡了我的时间，我卡住人的时间，你卡了？来，保守。卡我的时间。1，看见没？就不动，就坐着，约莫是停身变位。你这停车变位可以，吓我一跳。这就是看了我也好，真棒！我跟你说，他扔了，他到我去站的时候，到不着？时间太长，我约摸不动，没有本事叫我喊一，叫你喊一，叫你喊一直没喊过了。来吧，来，保守。1，看见没有？2、3、5。你看了可以了，不用下，你们俩就占着有地理位置优势。我在中间，经理大一会儿叫我做手感。呀，来，让给你好了，让给你，不后悔，装来，我等要帮助一下。保守。哎呦，你是不是真多了？我跟着你干啥呢？我这爱亲朋的，我能跟着你？咱这回这样啊，从后往前抱啊，我先抱，对，起来，我看他会碰我，那我都不信。保守。1。多怪我，再来。我靠，你俩真多怪了。你看我。